毒雕塑坐落仪式，有现任国会议员史密斯先生过来讲话，还有一些其他的民营人士，我们过来看看。习畜生啊！看乐乐现在也在接受采访。Yeah, what's up, man? 习畜生。我给大家看一下习畜生的侧面。这里风特别大，特别大，没办法，在沙漠地带。这是习畜生的背后，头部后面。然后这个是习病毒的左侧，习病毒左侧有一个镰刀斧头。长得还不错啊。稍等一下啊！你好，你好。这个习病毒做的非常棒啊！确实棒，确实棒，太好了，谢谢。这边有一个发电机，很吵。从这个侧面看，习病毒坐落在洛杉矶的沙漠，这长得蛮真实的，这个侧面，鼻子，这个习畜生。